大家好啊，又係我 Iris 啊。今日我哋嚟到桃園嘅蘆竹區開南大學，今日好開心啦。我咧可以咧去探一探我嘅朋友啦。我朋友就係孫國芬博士，咁喺桃園嘅裏邊咧，佢係教呢個航空學系嘅。咁我哋今次就去探下佢啦。咁同埋咧，我知道咧今次咧佢會介紹一啲咧唔同嘅老師同埋學系嘅主任咧，會俾我認識。今次咧，應該我哋可以大開眼界啦！我哋好開心啊！咁我哋就一於慢慢行、慢慢睇，再慢慢享受下大家嘅溝通嘅嗰種溫度啊！好啊，我哋一齊咁樣去啦！好啦，係咁先 ，Let's go！欢迎来到开南大学。哇，很开心啊！我来台湾第一次就见到你，香港的朋友都可以多多来台湾呢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学校的校园我们前面这边是那个行政大楼，然后我们这边4层楼跟活跃楼是我们的教学的空间。好，然后在旁边还有我们的图书馆，那我们的宿舍在那个方向，那我们还有体育馆，还有一个国际会议厅，在那个位置。然后我们这边是我们的阳光大道。那我们在那个刚您的停车场旁边，这边有一个那个通道，就是流苏大道。我们那个在6月份的时候，它都会有很漂亮的，非常的好看，也成为桃园的很重要的景点。然后我们学校的校园那个几个重要的建筑，我们创校的建筑都是李祖原建筑师设计的，所以那个设计得非常漂亮，非常有那个学术殿堂的气息。那我们学校的校园也非常的漂亮，所以我们常常有很多的偶像剧啊，什么做拍照。真的。那之前最早的流星花园等很多偶像剧都会在这边拍摄，所以说那个校园的风景也是非常漂亮。那我们的学生在这个中那个读书啊，然后在校园里面的活动，你都会觉得说非常的气氛。对，我也感受到。谢谢啊，我们谢谢孙博士。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介绍几种比较特别的教学设施，还有大家活动的空间。好，谢谢，好，就好，期待好。应该是说全国全台湾唯一一所是这个科系，是没有人跟我们一样，算是首创。首创形象管理，形象管理。那以前我有感觉形象就是青春嘛，但是现在到了我们这个年纪的话，少龄人啊，对吧？就是我们开始感觉岁月留下的痕迹，对吧？就是可以是一种契机。是，但是杨主任，你对我们这个少龄人的类型的人有什么看法？我们要怎么做建议，或者是我在课堂里面也不只接触年轻的孩子，我也有参与热龄，那就是这些的热龄，还有我们的类似我们那个邻里里面不是都会有那个社区大学，就是那个关怀据点，对，我有看到，对，我有接触这些比较熟龄的爷爷奶奶或姐姐阿姨们，就这样讲。那其实我觉得人生过了50以后，我觉得还是年轻。我觉得这个还是跑我正常的时候。就是透过这样平台，我觉得也帮到很多年长者，就是说这些哥哥姐姐们找到自己的青春回忆，就是不留下遗憾，反而做的比跟年轻人的那个呈现效果更好、更佳。所以我觉得我很鼓励，就是说再度回到校园，充实自我。这个年纪啦，老实说，我们可能走的路比较多，现在是慢下来。对，我们要看看我们下一步的人生，就是有什么可以去学习呀，或者去欣赏一下人家好像是主任怎样去装扮自己，是怎么年纪去怎么氛围，好像是我本身是做人事工作，所以我就是刚才你说，就是好像是不一定是要做化妆，可能是办公室里面的
也是可以呀、所以我听起来蛮是不是很温暖的感觉？谢谢你哦。现在机场啊、主管单位各个航空产业其实都有蛮多的中高阶主管是毕业生。请問有冇咖啡係比較長？我要咖啡。呢度係開南大學三創基地，喺校內有推廣創意、創新、創業教育嘅核心實作平台。基地定期仲舉辦一啲創業嘅論壇啦、師生工作坊同埋企業咧經營諮詢嘅，亦都有提供到低廉啦嘅租金咧，俾一啲咧進駐嘅空間，從而咧減輕咧學生嗰個創業成本啦。我哋屬靈人都可以嚟參加三創基地嘅創業學習㗎。以前呢，我聽到元宇宙3個字呢，總係覺得好似離自己好遠咁啊，好似呢喺年輕人呢先至會接觸嘅科技。但當我親身去體驗咗之後呢，發現原來科技係可以咁貼近生活，亦都可以呢成為我哋學習新知識嘅好幫手。帶咗上去呢啲設備之後呢，就好似進入咗另一個學習空間啊！無論係互動教學、虛擬嘅參觀，甚至跨地域嘅交流呢，都變得更加好真實同埋好得意啊！最重要呢，就係呢啲科技呢，唔係只屬於年輕人㗎，而係呢每一個願意呢去嘗試同埋學習、願意探索嘅新朋友，好似我哋屬靈朋友咁樣，都可以嘗試㗎。我一直都相信年齡從來唔係限制，保持好奇嘅初心先至係最重要。人生去到唔同嘅階段，都可以有新嘅體驗、新嘅朋友同埋新嘅收穫，真係好好玩啊！如果你都對未來嘅教育、智慧嘅科技或者係屬靈嘅學習有興趣，不妨跟住我一齊嚟睇下呢一次元宇宙教室之旅啦！以前成日都覺得
大學校園好似淨係屬於年輕人，但係今日嚟到開南大學，好彩有咁多位教授同老師熱心嘅介紹，等我呢個熟齡人唔使盲摸摸，可以由另一個角度真真正正咁認識開南大學。行喺呢度最出名嘅紅磚長廊，真係好有拍偶像劇嘅 feel， 唔怪之得流星花園都嚟呢度取景啦。睇住班學生行過嘅時候，自己都覺得好似後生咗幾歲咁。不過話時話，後生有後生嘅衝勁，熟齡都有熟齡嘅福氣。以前返學讀書行得太急，而家嚟漫遊，我終於可以放慢腳步，好優雅咁行下睇下。只要保持住呢一份好奇心，生活隨時都可以好似大學生咁精彩。再次多謝開南大學咁多位老師嘅照顧。第5站開南大學漫遊圓滿結束。如果你都鍾意我呢個分享，記得幫手按讚同訂閱啦。我哋下一站再見，拜拜。